那郭台铭先生也特别强调说，如果他真的当选总统的话，他会带1000家的企业到美国去投资。说这个郭董接受日本访问的时候，已经做好朝向参选的准备了。昨天跟日本媒体可以说是相谈甚欢了哈。那大家对于这个郭董对于台湾的愿景，其实都蛮有兴趣的。这中间其实郭先生他特别强调了，就是台湾要获利，美国要达标，中国要转型成功。那由于提到了两岸关系以及未来跟美国的关系，还有跟日本的关系，那郭台铭先生也特别强调说，如果他真的当选总统的话，他会带1000家的企业到美国去投资。那很有可能是因为这句话让日本媒体解读说，他似乎已经做好了参选的准备。那郭台铭先生也说，其实做任何一样决定，他必须要谨慎去思考。那很多事情如果先准备好，只差决定这一步的话，那的确再给他多一点时间，让他好好的把这个决定给做好。但是不是传说这个办公室这个编制要扩大，然后是不是有跟王金平前院长那边已经开始展开合作？很谢谢媒体朋友给我们这么多的建议啦。其实我手边拿到的这些建议的版本至少有20个。那很多人很热心，很自动自发跟我们讲说，你们应该要这样做，应该要那样做。但这些意见我们都听进去了。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方式来作为我们参考的一个指标。所以会是在4地都设立竞选办公室吗？现在有这个消息。4地是指北中南东。北中南东。对，然后还有22个联署点吧。这个就是我讲说，其实很多人提供了很多建议的版本啦。那这些版本我们都有已经在参考。但事实上呢，很多人也很自动自发站出来说，他们的办公室啊，如果我们未来要联署，要提供给我们，不止北中南东，包含离岛都有。那这些朋友的关心，还有他们的热情，我们真的都已经接收到了。现在就等郭董他做最后的决定。那是王院长有主动说这个可以提供协助吗？这部分我就不清楚了。但是听说，因为柯文哲市长最近又失言了，那之后可能合作会不会拉低郭董的民调？其实这个我们也觉得还蛮有趣的，因为柯先生他失言的部分应该是前几天那个新闻哦。那感觉一开始就是文字接龙，那一切是源于这个曲棍球委员他的说法嘛。那我觉得柯先生参与了这样的文字接龙之后，也再一次的验证说，柯先生他自己讲的，因为他也被批评的半死，应该是说什么新潮流不倒，台湾不会好。那我们的看法是会觉得说，好像这个韩国瑜这3个字被新潮流重新定义，新潮流也需要自己再说明为什么要重新定义韩国瑜这3个字哦。那感觉就好像是之前印证了一些网络上的说法，好像韩国瑜先生就是新潮流提名的一样，对。